有。我们去吃串串香了，这是我们的榜一大姐。这是榜一大哥。你嫁给我吗？哎，大家看这个图的也是看着啊，我看这个看图的也是。那可以，你嫁给他嘛？你嫁给一下，吃来去吃。他一直不是说你嫁给我妈，嫁给我妈妈，嫁给一下看一下。好肉。去成都了，行，在成都，我们在成都。你嫁给我吗？嫁给你吗？真的。你说你嫁给我哦，我热得很，就我。你嫁给我吗？去了几个天就得了，话就得了。好久回西藏去，过几天我不知道，因为网卡了。成都待几天去？我们去后我不知道。你去我不知道。知道什么？榜一大哥看一下。榜一大哥在哪里？榜一大哥在。嫁给我吗？哦，可以。你来嫁给我。几岁了？我今年刚满。这几天吃了几个协会的一个什么东西？你嫁给我吗？嫁给我。什么都没有学会的，只学会了嫁给我吗？嫁给我吗？他这个找一天吧，这。没有，吓死我了，不好意思。视频没直播吗？直播了呀。好，姐你在后面。屁股看不见了。屁股看见了。好了。屁股看不见了。看得见嘛？屁股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神奇的声音，沙沙沙，摸摸摸。啊，美女吗？嫁给我吗？嫁给谁吧？啊，那个是这是。你要吃西瓜吗？你吃哪个？吃大的还是小的？我吃小的。嫁给我吗？嫁给我吗？这个给你。你嫁给我吗？好的，我嫁给你。呀。宝宝找到了，宝宝我那个。这边可是拉面的，这边才放在家里的。宝宝。一个宝宝，两个宝宝，三个宝宝，四个宝宝，五个宝宝。你在直播？他两个直播。在哪里？啊，没关着没，我今天等不到。必须的，没关系。宝宝。今天干的，今天干。给多克嘛，给多克送的，那么没点关注的，没点关注，没。太热了，坤总。成都了，太热了，热的不是一般的那种。哇，是咋这么热的？啊，擦！不能这样说。你不上学吗？那个手机是这个是颠把哥送给我的，萝卜颠把哥送给我的。你爸爸呢？我爸爸回去了。我爸爸回成都去了，他在拍日常，你们看到了没有？店里面空调没有吗？空调有是有，但是哎呀，还是这么的热。空调缺的你个8小时算了。아. 근데 그거는 이제 들어가면 이제 괜찮다가. Ali ana yana jamarla. Ona jomna katutunda. Alasan ba ni ma chachi skobra. Alasan ni ma baji sigaw ni tang men. This to do so the ni. Hai
你能吃吗？吃不吃？呀，踢到我手机了！那趟了呀，手机亲我手机。说你拿你块钱用去，明天回来来，弄你了。亲你手机了吗？成都来的哟，成都。热得很，36度，这边成都是36度，美女阿基，嫁给我吧。好，那我就嫁给你。没有。我没动。这样的话，明天他们肯定又发了去。把热腾的，给你。那这几个，你叫我们。或者这个扇子，好看。明天给你买一个。明天吃蛋能上去。明天这上面吃大个的噻。你爸爸吗？他宝宝找到吗？快宝宝哪面多啊？宝宝可是看不到，宝宝年是拿下去，那大是。宝宝们那个是可得意。宝宝年是拿着下去才对嘛。一个宝宝。根本就没有带出去的。我已经退学了，上不了学。餐厅里这个了吗？我虽然这个几个，那个那样子的儿子，一旦出去就忙了。你今年几岁？我到这儿去干，我今年刚满18岁上去。37度这几天。来，把鞋子脱了，这是拖鞋，穿拖鞋。要这样哦，这样子搭配起来好吃。搭配成新味似的。那你就这样。20多。姐姐直播没有空调吗？是空调堵，空调是有啊，肯定没有空调的根本就进不了了的。空调有，但是还是得这么的热。这你们电视插起了是吧？啊。这是哪边的？插一个。对，前边那个他不干呀。对呀，对切的了。啊。在哪？你看他我的，我的鼻子哭了。那刀口没给他们刀口的叫刀。不光的。两个那个。那去了，我的鼻子哭了。今天热的话，明天更热噻，38度，对，38度多噻。擦。你是错是，兄弟，记得我去给你打是9度不成。小妹妹。空调的，我感觉空调那样也不是，弄不你吃酱的哦。对，接受对。俺的妈接受这个，俺要不就跟他要的。然后点满呗。嘎去。烦死了。喂。这啊。好的，咱们一定关注的，帮忙点点关注的，可能都告诉你。上分下分。这个你切个正看一下。知人。放什么？煮饭。看一下家妹妹在哪里？我在成都，四川成都。
成都，姐姐的衣服，这个妈妈，好看是不是？好看，送给你了。阿弟，他能不能送我？啊，你妈你打开电视了你要打开电视。人不大，你在按空调。你在按空调，那是空调的。对，我在按空调。他怕真多，现在我真多。你看看嘛。有的，但用的这个要不有的，咱得注意。你在按空调，空调说，然后电视在动。他在你妈那边空调的遥控器，电视在动。电视有。电视让你空调遥控这么大，这是空调遥控。空调遥控这么多啊？好这么大。那遥控不？好的。这个好看。这个不好看，下面好看。有味道的臭死了。给那到那么多个，咱这没点关注的话，点关注的，一马木是那种，直播那个周四那个，对吧？看到没有？我今天你睡着的时候，偷偷的拿走。那我这边也，这个也影响，容易睡觉，这样睡的时候。这边想夹住。我的肚子开过了。这边压着。我操！可是的呀，瞧这么你是这么个啥子的？就这么一些这么大气的。啊，你妈还得去等呀，去的是不让你回的。你妈还得呼去，那怕的，应该。主播电话哥送给我的这个，你到哪里了？是成都。左分右分上分下分。有些可能。I love you, Lady. I love you, 我一块把那个 Lady. 长期在那头。今天给的吗？是这刚才给的，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这个。声音太大了，这个是什么声音？是阿亮，我知道了，应该是这个原因吧？它。没有联系康中吗？声音大吗？那今年的。明天还要带着。我听一下。电操型的。电操型的。电操型的。里面。看没有？对。他这么倒回来。就是这个原因。对呗？什么声音？就是应该是这个，问这个那啥子是也对吧？对呢。对也对吧？现在热吗？热。冰箱你没加过？冰箱你提交。有点油。完了。连连看着。可以。让我看看。听纹身。哎呀，花生。谢谢大家送出的人气票呢，把这些成都在成都吗？有啊，成都里这里。我要告诉爸爸，我拿到手机了，这是电爸哥送了我的手机，我有2个手机了，还有一个我的手机。这个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对，成分是多的。这个也没有数的。很多。对，这个比那差不多，怎么做图很多？成都什么时候过来？拉萨。大家小给用的啊，到底大家小给记得
记得我的网名哦噻。谁呀你？谁呀？你是哪个？我不知道呗。老弟多看那么多，可是咱每天关注的话，天天关注，没有加油操的或者。你的。你的包包呢？包包。出来记者看一下噻。包包。老太婆看一下哎。老太婆。老太婆怎么阿姨？对，你们以后不要叫出来记者啊，你们可以叫她阿姨。老太婆，不是对阿姨。阿姨是的，其中。你们以后可以叫她那个。亚东的还一比是叫。哈康人，大家好。我看一下阿姨。应该是这个面也不该我怕了。Hello。阿姨帮我拨一会儿我看一下。你那个卡子上面不放吗？啊。卡子。啊。俺嘎的不着。咱这每天关注的，每天关注。你看，我睡一会儿。啊，我睡一会儿。把刚才说出去。咱们只有这袋子。就是我们的。发什么热怎么办？啊，那我也给这个今天开出来。肌肉大的很。肉刚刚那忙检查呀。太想接触到的。感觉我到了今天就感觉不多。咱这每天关注的，帮忙点点关注，看到都看到都个是那。那我真的是手机里面的。落穷了，娘给这样啦，这三比啦。俺的出来这种你今晚写上我啊，我给给。就这给。一会儿唱一个那种，就是噔噔噔噔，给啦。진짜스러워 진짜스러워啊。给现在给的以后噻，对给现在。俺弟姐伴着的，俺给山西的这些你伴着的呀，我你给自己家的当面要去掐死了下。你给呢？给。给着了。这里你们知道没？你这嘛在家的看没有？没看不到，这里其实不过的事情，直播间就没到。吴美莹直播。真正的吴美，吴丽剧，演不演？演吧演起，好看吗？演吧你不用上线吗？噻，不用。上星期过去了的。姐姐有气质，气质杠杠的哟。气质是吧？我有没有气质？吃的气质知道的。气质这样。而且这里面看着姐姐不好看，现实里面看的时候好看的要命。就是今天一直都是嫁给我吧，嫁给我吧是个都。幸好是个女的啊，如果是个男的话，还蛮喂。年轻轻的，你反正没用，这给俺出那俺在这吹牛不？请就反正去，牛嘞，这老不来的不不？俺对这几个，哎呀，这是啊。在这买点关注他给。苍苍是咖喱毛，不是个叫葱麻东巴的。苍苍是三楼。我跟阿佳木姐姐结婚了。
真的吗？太臭了，叫我推的真的。你的姐姐嫁给我可以吗？嗯，没求过，一点都不可以。我得换谁啊？我们家生气掉了。行，这可能不一点都不可以。姐姐是我的。姐姐的，他讲不着恰恰姐姐。好热。从嘛跟那关注没给从嘛关注叫啊，等那没有这边点关注的给我关注。早就喜欢上你的姐姐了，我姐姐，我嫁给我姐姐了。姐姐我的。哎呦，对着。一会儿我给吃力气的好好找一个拿吧。先我找到了，先我找了嘛，我找完了然后再找他。找一个啊，就是那种，抛气球上面，我就说发一个网络上面嘛。从明天开始，我们的吃力气质正是幸福的日子了，所以大家20以上。身高1.7米到1.75米左右，然后我就把吃力气质1.7米，我1.7米呀，我们两个个子一模一样，在这，接着，行，耶。都快要不要吃的你们做？他那个的啊，怎么才是快？我感觉真的没嘛，见到20多万，人家真的没不带的，还好，反正有真正的有5万那个没都有了，说是无所谓的这个吧。对，气质杠杠的有，气质有吧？有，不是我吹啊，你问一下他。嫁给我吧。串，讲串，自然美噻，对吧？不开门也好看，不开门也好看噻。这牙齿看着，哇，手可站得对着。他，这直播就没得对着下。这不子行。看看我这个下。嘿，生气给修过没呗？我顶那些然后你的头发。哎呦，真是。涨价呢，就是嘞，涨价今天才几多点了？好热的要命噻！我给咱都看到这个，在这没点关注的帮忙点点关注。轻度，哎，把轻度肯定是吧？你很新鲜。把你我穿了，把你我穿。呀，来。参是干了忙不洗个脚，好好看一下噻。这个一下没得说。我们也能看一下。没不开，真的不开。我要开一下那个，按的，来开这个。这样的话就它那个网的节目吗？网的节目就出来了。啊对，网的就出来了。你看他把弄着，他可以了，站那边。哇！哎呦，这么早的这里面太热了，热的不是一般的了。我这又没了。去那个就不能出来的。OK， 那都看到我们在这边没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点关注。我的灭霸，全部都是灭霸。
소마게 난 고박스 이게 네 마마레드는 세세레레서로 네 마마레드는 세부레레서로 더 그렇겠다. 没提高了，你能对。没提。他等于说工作到底出来了。鸡腿，人家细细这个有的鸡腿。哎呀，好热！我的是猪腿。你不能再长个了，这都哇，再长个还行了，机器。吃力气质高得很，真的。我170哦。我操！所以这不能高了，再高的话，你牙签我牙签，你忙公公吃，有你这妹妹。啊，擦嘛，疼嘛，拉到去着，拉到去完，没来嘛，拉到去完是嘞，谁是拉到去完呀？阿亮，咦，妈接着泡泡进你说的。啊，等我现在那嘛就等要了，别起来什么些妈妈等因为，啊操！滴，别这样。老弟们都可是在这每天关注的帮忙点点关注。在哪里？在成都，四川成都了，我成都了。现在是那我爸爸去了，听人家爸爸今年说，可能。我说我爸爸去可去，我说你爸爸关着那个。爸爸，这谁呀？是的都。藏武馒头虫。宝宝呀，你看我宝宝。宝宝不是吗？我宝宝有啥？宝宝，阿佳，我们回应了吗？啊，怀孕了吗？哎，没有，哪有怀孕？不是那个，你快点先把洗几天呀！哎呦，可是说的钱买的。啊，可是钱买的呗。可嘞。的钱不就可是，他现在就要什么？可的。做吗？应该没有。我多钱吗？给吧。给吧。等一下。这个给吧。碎的吗？拿的大。等长起来些。阿弟。胖了。咋了？在墙把子撑了。可洗一下。啊。你站一那里。我不出去。好胖噻！没有，镜头接不得胖。真的，这是他的那个镜头上面看的时候，我很胖啊。其实我没那么胖。你没这个，你有。好漂亮噻！今天阿娇嘛，今天没有直播吗？直播节目得有这边。我喜欢胖一点噻，你看人家都喜欢的，你们还说我胖，我不胖，一点都不胖，真的，我身材好的不是一般的。180。姐姐是带了妹妹吃了起这玩嘛噻，哪有时间玩啊？有事情，等到有个有事情过来的个，不是那种玩的时间没有吗？我的那个天呐呀！
你不可能。我太喜欢你了噻，搁整齐，谢谢你们的喜欢。吃了起这还是什么噻？妹妹抱着了吗？宝宝哪名多啊？宝宝根本就没带的。放在家里面。而且那个就是来，啊，吃了去。哎呀，等我啊。其实那个这边嘛是开门的啊，这边一直都放在家里的，哪能让家里去的啊？有时间让他洗澡去去的，别等那地这里。啊。得，如果出啥的是匆忙等那牛就降下哟，让他洗个澡嘛。看一下这里去洗澡。老强老师。我们这嘛阿家我们啦。我们这嘛叫我们的啥？哇么，你们那里这么热吗？噻？对，热的不是成都啊，在成都。这是什么？姐，你带的什么？睡衣里。这是我的睡衣服。大家都那我把个是一个的妈妈的等色色的的帮一点按照抢到地球个阿家我们个阿米诺个团子给老总的，从嘛那个马上的关都接着长度哪个位置噻？我洗澡了啊。对，洗一下。那第一你看一下，去吧。你洗澡睡觉了吗？不，你先洗一下，然后再睡。用这洗。沐浴露，是的。做这些，我们洗的沐浴露，洗不到的头发洗的，头发不用沐浴露，然后你头发不用洗，身体好好洗一下。上班就出去啊。